多谢辉龙。2023年的棒球经典比赛，虽然中华队未当晋级，但过逐场比赛拢是用尽全力，互球迷看甲真感动。尤其是朱耀成伫场比赛后留下唔甘愿的目屎，互人印象是有够深。其实一开始朱耀成无同意定调，互网友讲是逃兵，伊嘛捌写文章讲，总有一天逐个人会为我拍扑我加油。即马伊真正做有够，毋但摕到 A 组上有价值球员，嘛用优秀的表现感动全国球迷。 在台湾打，觉得整个人都放开，因为大家都站在我们这边。可是我在国外就觉得好像没有人站在我这里，然后我就只能自己默默的吃苦。经典赛中华队无缘战到东京，赛后张玉成流目屎这个画面，互球迷看甲真感。这摆中华队伫咧 A 组预赛，大家拢真敢看衰，率先连续拍败意大利、荷兰真强的队伍。其中台湾阿成张玉成伊打球绝对是中华队上水表现。本届赛事张玉成10来打数，拢总含7支安打，打击率0.438。另外，佫8分打点，各2支互人跳甲关叫，红不让嘛摕到 A 组上价值的球员。 他们都觉得我是逃兵了，那当然就是敬礼、敬致他们，让大家这个气氛能够越来越好。 认真张玉成伫咧头起声拒绝国家队定调，去网友骂逃兵。张玉成伫咧 Instagram 来讲伊心内话，讲总有一天台人一定拢会甲伊拍扑啊！即摆真正做到啊，用伊水气表现，互伊逃兵升级做国防部长。伊上蕊庆祝行礼手势，互球迷感动到目屎流、目屎滴。他让我看到有当年陈金峰的感觉，真的有求必应。说落来，张玉成会前往到美国加入安慰对春训，继续为伊的棒球梦面前打拼。张玉成加油！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